北行出去，世界行入来。台北甲日本的札幌影视合作签约，要拍一出电影。日本北海道的札幌上水的就是西，规片都是白色的西。暗时的时，大同公园的顶一个拍开有够浪漫。这款的浪漫，即摆伫台湾电影内面嘛看会到。台日影视合作签约，开创新商机。可以讲就是深刻的文化交流。这个文化交流，因为是在 IP 的开发，还有资金的挹注，所以它是从底蕴开始的，跟买片卖片是比较不同的。我相信呢，在跟札幌的合作呢，我希望我们公共电视未来也有机会哈。这摆电影力度愈快，入选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第一届国际影视投资计划，台北、札幌两个所在拍片，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我的国语也是还是这样子。力度愈快，由汪倩玉、张艾嘉、林美秀主演，台北、札幌的美景拢看会到，嘛为城市行销甲宣传创造多赢。